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，中共政府抓捕或关押着数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，使无数孩子失去了父母。根据最新消息，和田地区于田县有个青少年管教所，关押着4至18岁的维吾尔族及哈萨克族孩子，饮食、生活条件、卫生极差，活动空间小，孩子多，不分男女集中关押在一起，由中共政府进行系统的汉化教育，使这些天真的孩子从小失去自我。中国南航公司2016年暂停的乌鲁木齐至土耳其的直飞航线，计划改为于12月20日开通北京至伊斯坦布尔的直飞航线，每周航班数为3次。德国人权组织受威胁民族协会指出，中共政府要求前往沙特阿拉伯、麦加等朝圣的穆斯林在身上佩戴有 GPS 定位功能的装置设备，这样中共当局就能通过装置随时查出佩戴者的姓名、住址、照片以及所处的位置，达到监控的目的。但是除了维吾尔人受特别的监控以外，其他省的穆斯林都比较自由。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朝圣审批最为严格，必须书面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，规定外出朝圣者年龄不能低于60周岁。该组织批评中国当局藐视人权，严重侵犯宗教自由，指出被批准出国朝圣的中国穆斯林数量正在逐年减少，于2016年约有14500人获准前往麦加朝圣，可今年只有11500人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土耳其是维吾尔人远离中国的首选国家之一。可是近年来，土耳其与中国关系保持积极的发展势头，在经济、政治、能源、文化和旅游等领域的深入合作。两国高层交往频繁，政治互信显著增强。两国领导人就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达成的高度共识，并进一步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的情况下，逃离中共政府的破坏，在土耳其避难的维吾尔人深感不安，惶恐会被遣返、驱逐。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在柏林外交部举行的大事会议上致辞表示，欧洲应就美国针对俄罗斯、土耳其和其他重要经济伙伴的制裁政策予以回应。